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0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13天。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前线总共记录220次战斗。库尔斯克前线，乌军第6游骑兵团在库尔斯克歼灭俄军一支突击队，并抓获几名俘虏。乌克兰空军使用精确制导炸弹袭击了位于泰特基诺的俄军驻地。乌克兰第4国民警卫旅卢比兹自由力量营昨日击退一支俄军装甲纵队，发起了机械化进攻。乌军成功伏击了俄军一个后勤车队，乌军一架 F-16拦截并击落又一架苏35战机，这个还有待于核实。苏梅州前线在边境上双方的战斗激烈进行，战术性的对峙说明该地区俄军并不给力。而西维尔斯克前线，乌军第10旅击退俄军19辆摩托车、3辆轻型马车和多达1个排的步兵攻击，俄军被俘3人，18亡，5人受伤，装备被摧毁。晚上乌军放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反映的是亚速海侦察兵搜寻占领者并俘获俄军战俘。这个视频是反映了在烟雾弥漫、废墟、失踪的占领者以及邻县附近的行动。乌军亚速海侦察兵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活动，大家也知道，在顿涅茨克地区目前是双方交战比较激烈的地方。那乌军的亚速海侦察兵在向这个俄军的这个占领区渗透。曾经热闹非凡的托列茨克郊区，如今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砖石破碎，房屋倒塌，唯一的避难所只有地下室，在那里与俄军的交火屡见不鲜。在这片荒凉土地上，第2营的侦察兵执行着战斗任务，清除该地区的俄军。这个视频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去看，因为这个视频一发，油管是不让发的。这个战斗非常激烈。第12特种部队亚速旅亚速海的战士在纽约镇附近充满挑战且令人精疲力竭的日常战斗。该旅负责区域冲突从未停止，战士们肩负着最艰巨的任务，手持武器与敌人进行对抗。当然了，战线完全不止这一处。泽连斯基说乌克兰部队正在逐步将俄罗斯军队从苏梅州击退。他说，今天总司令希尔斯基提交了一份报告，前线特别是波克罗夫斯克前线、库尔斯克行动和苏梅州边境地区，我们在苏梅州的部队正在逐渐将占领者击退。感谢每一位士兵和军官以及所有单位。乌克兰第63旅驻莱曼附近的阵地遭到了俄罗斯军队的猛烈进攻。第63旅士兵声称，投降的俄罗斯士兵人数显著增加，其中许多人是自愿投降，也就是俄军向这个63旅这个阵地发起冲锋，结果很多俄罗斯士兵冲一半居然主动投降。乌克兰空军对俄罗斯无人机基地实施了毁灭性打击，空军一架米格29战斗机使用制导航空炸弹对俄罗斯无人机操作员控制点进行高精度打击。第2枚炸弹摧毁了侵略者的弹药和燃料，也就是整个基地被摧毁，损失惨重。根据媒体报道，6月12日，乌克兰精确轰炸莫斯科附近的重要军工综合体。乌克兰的国防军再次袭击俄罗斯恩格斯油库，导致至少3个油库起火。这个恩格斯油库现在是第5次挨炸了，这个前面火刚扑灭，油罐子刚修好，这乌克兰人过去又把它炸了，刚修好又炸，等修好了就炸。这乌克兰人乐此不疲，又开始炸俄罗斯的油罐子了。不光是炸这个乌克兰潜伏在俄罗斯的这些敌后武工队，现在非常活跃，蛛网 2.0 活动并没有停止。乌克兰特工深入到俄罗斯比尔格莱德，点燃了数辆俄罗斯油罐车，场面十分壮观，也就是把俄罗斯人的油罐车好几辆给它点着了，那现场简直不忍直视。今天我看媒体报道，以色列人在伊朗搞的这个叫狮子的力量这个行动计划，据说它居然是受乌克兰人的启发，他们也在伊朗内部搞了一个无人机基地，从那儿起飞无人机去轰炸各个核设施和那些目标。但是这也是媒体一个说法，我具体的情况目前还没有这个准确的说法。就摩萨德向这个乌克兰安全局致敬，应该这么理解。但是我对这个还是持怀疑态度。第一个，以色列的摩萨德他学习也没这么快，这个就是6月1号的事情，到现在才半个月时间，抄作业也抄不了这么快。在伊朗国内，你需要实施，你要找地方，无人机要搞进去。这第2个就是伊朗的很多核设施，它在地下，你无人机炸
炸弹很难，你炸那个图95，你炸它那个好炸，一炸就起火，它正在加油或者炸到油箱，炸着了它就会起火。伊朗的核设施它好多都在地下，你这无人机携带炸弹没用的，恐怕只能是这个飞机、战斗机啊携带的钻地弹。即便伊朗要报复以色列，当然有媒体说已经报复了。如果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宣战，那他们的强度啊和残酷程度，那恐怕跟俄乌战争也差着几个数量级。俄乌战争的这惨烈程度啊，那恐怕是未来恐怕也很难超过，除非你是用这个煤气罐。英国国防部6月12日发布最新情报指出，他说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伤亡总人数可能已经接近100万人，其中25万人阵亡或失踪，创下俄罗斯自二战以来在单一冲突中的最高伤亡记录。英国国防部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的报告称，截至2025，俄军的年度伤亡人数可能已超过20万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估计，俄军目前平均每天约1250人伤亡，而永久性战斗损失包括阵亡、失踪以及重伤致残，这个总人数可能在40万至50万人。按这个数字也意味着俄罗斯有15万到25万的这个叫重伤致残人数，那实际上也是社会一个巨大的负担和一个伤疤。重伤致残，你得有好几个人照顾。报告指出，大量受伤士兵，尤其是无法返回战场的重伤员，已对俄方军事医疗系统造成极大压力，进一步引发后勤困境及医务人员短缺问题。情报分析认为，尽管损失惨重，俄军仍极可能继续依赖人海战术压制乌军防线，以获取战术优势，并拖延乌军战线。英国国防部表示，俄罗斯高层几乎肯定已做好承受高伤亡率的准备，只要这不会显著动摇国内公众与精英阶层对战争的支持，并且兵员损失可以通过补充弥补。尽管投入大量的兵力，俄军今年在乌克兰境内仅取得有限的领土推进。此外，有分析称，俄罗斯还调动了多达1.2万名朝鲜援军，请了很多外援。6月13号消息，俄罗斯艾哈迈特特种部队指挥官阿劳季诺夫表示，俄罗斯需要进行动员。他在自己的电报频道上公布了俄罗斯所需的士兵数量。阿劳季诺夫就以色列袭击伊朗录制了一段视频声明，他指出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为此俄罗斯需要动员至少50万人，但最好征召100万士兵。这位俄罗斯特种部队指挥官称，这是为了防止任何国家像对伊朗那样对待俄罗斯。他还呼吁俄罗斯人在各个层面团结起来。最后，阿劳季诺夫预测，在未来的战争中，只有那些拥有强大权力和经济的国家才能生存下来。此前，俄罗斯艾哈迈特特种部队指挥官阿劳季诺夫曾提到，许多乌克兰战俘希望获得俄罗斯国籍。据他介绍，其中一些人申请已经得到批准。这个阿劳季诺夫作为一个车臣人，他现在安的什么心可不好说啊，到底是向着普京的，还是向着卡德罗夫，这个值得商榷。阿劳季诺夫他建议俄罗斯再征召100万士兵，这个一方面说明俄罗斯在战场上损失惨重，确认这个是毋庸置疑。另一方面，俄罗斯要征召100万士兵，那车臣又得增加多少士兵？某种程度上，这都是在壮大车臣的实力。大家记住了，就是车臣他名额，他这个部队增加了，但是他又到了前线，他也不在最前面，他保存实力，动不动就跑，他做督战队，他打治安战，他扶老奶奶过马路，搞俄乌亲善，人家主要做保存实力，让俄罗斯的那些雇佣军去消耗，他们是保存实力。等到俄罗斯正规军消耗的差不多了，此消彼长，车臣的这个势力不就出来了吗？所以一方面说明俄罗斯在前线人员损失非常大，3年半打下来100万人没了，现在要再征召100万。第二个，恐怕作为这个车臣人自己也在打小算盘。为什么这么说呢？6月12号消息，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向俄罗斯全国人民致意，俄罗斯日祝福，就是俄罗斯国庆节啊。他在电报频道上发表这一消息，在消息中，卡德罗夫回顾了俄罗斯自宣布独立以来所经历的考验。他指出，企图破坏其主权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强调，多年来俄罗斯国家从人民的团结中汲取力量。他还特别提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殊作用。卡德罗夫强调，我很高兴地指出，今天车臣共和国已成为俄罗斯国家可靠的支柱。此前，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向俄罗斯人致以了节日的问候。俄罗斯于每年6月12日庆祝国庆日。这个卡德罗夫的意思，他说车臣共和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可
可靠的支柱。这个话中有话呀，也能反映出卡德罗夫的一些野心呢。车臣是俄罗斯可靠的支柱，怎么理解？俄罗斯每年要给车臣拨款是30亿美元还是多少亿美元？车臣就相当于这么的钱，要不车臣就过不下去，要不车臣就要乱。也就是俄罗斯国家整个的养着车臣，每年要给这么多钱，那车臣怎么叫俄罗斯的可靠支柱？只能理解着车臣要大力发展它的军事实力，军事上成为俄罗斯的这个可靠支柱。他渲染说，俄罗斯自宣布独立以来，多次主权受到挑战，受到破坏，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表明俄罗斯的主权很容易遭到其他国家的挑战，那就很需要车臣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来帮助俄罗斯不就这意思吗？所以这个说法就是要普及，第一个要给车臣加大拨款力度，第二个容许车臣扩军，提升车臣的军事实力，不要搞那些什么轻武装民兵组织，他们要搞重武装重装旅，他们还需要飞机。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列乌斯访问乌克兰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宣布加大援助90亿欧元，帮助乌克兰生产远程武器，强调乌克兰保护了整个欧洲安全。泽连斯基说，德国是援助乌克兰的领先国家之一。与来访的德国防长皮斯托列乌斯领队的代表团讨论了加强乌克兰地位，并为乌克兰的城市和社区提供更多保护措施。泽连斯基说，我感谢德国，感谢梅尔茨总理，感谢皮斯托列乌斯部长，整个德国政治领导层以及理解当下利害关系并愿意继续提供帮助的德国社会，统统的感谢一通。我们珍视这一点，当德国做出承诺时，他会兑现承诺。在皮斯托列乌斯和泽连斯基两个人面对记者的时候，皮斯托列乌斯他说，德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的计划。但是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泽连斯基的变化泽连斯基当时就镇住了。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现在这个金牛座已经是俄罗斯人，尤其俄罗斯高层心中永远的一个痛。这个德国人动不动就拿金牛座出来说事，一会儿给一会儿不给，一会儿给，用这个撩拨着俄罗斯五夫一娃他们的心。你提一次他们就焦虑一次，你说给他们紧张，你说不给他们更紧张，你要说给他们好做准备，他防；你说不给的时候，你说他们准备还是不准备？要是不准备，你到时候不讲武德，武器偷偷的送到乌克兰，乌克兰就用上，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你说他们防确实很累，所以金牛座已经成了对付俄罗斯人的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就可以激怒俄罗斯人，让俄罗斯人失去理智。每提一次金牛座，这俄罗斯的五夫一娃就要跳出来骂街，太紧张了。因为金牛座那就是妥妥的让领导先走，就像这个小乙不讲武德，对这个神棍国家发起这个先发制人的打击，就让好的领导先走了。你说俄罗斯的五夫一娃看了之后，他哪个不心惊胆战？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停火谈判，乌克兰将不会继续与俄罗斯联邦进行谈判。这是乌克兰外长西比加说的。他说，我们见识了俄罗斯代表团的无能，他们要求我们投降。乌克兰的立场并非拒绝，而是强调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停火问题上。如果停火谈判有意义，乌克兰愿意接受。乌克兰希望俄乌领导人直接谈判，也就是先停火，以后不谈停火的谈判，乌克兰拒绝。这个德国的外交部长说，他说俄罗斯不希望和平，因此没有理由与拉夫罗夫对话。这个外交部长说，目前我认为既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也没有进一步谈判的适当性。这是德国的外交部长说的。他确认柏林将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也下面再谈判没必要了，反正也谈不到一起。这就是德国态度吧。那美国的态度呢？美国总统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表示，他说美国比较了乌克兰和俄罗斯提出的和平协议草案，清楚两国冲突的最终调解应该什么样子。我记得克里姆林宫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不说过了吗？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么和平备忘录，他们是不会给美国人看的，他们是跟乌克兰直接谈。怎么现在到了美国人手上呢？凯洛格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大西洋安全论坛上称，我们拿到了乌克兰版本，然后收到了俄罗斯版本，俄方称之为备忘录。我们问自己如何将它们合并在一起，才能达成最终结果。现在我们对这一结果有足够的信心，也清楚这一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强调和平协议是可达成的，也就是说，这个美国人把乌克兰人提的要求和俄罗斯人提的要求放在一起一看，有门能达成和平协议。那怎么达成和平协议呢？这个凯洛格没说，他认为有机会。而这个泽连斯基表示，直到俄乌冲突战争结束，自己都不会表现丝毫的软弱。敌人正在精疲力竭，没有达到侵略目标，并且呼吁特朗普从谎言中醒悟，看清形势。泽连斯基在周四表示，他计划在本周末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
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敦促美方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当前，俄乌双方的和平谈判在伊斯坦布尔进行2轮会晤后任现僵局，唯一取得进展是达成一项大规模战俘交换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在谈判期间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攻势。特朗普对双方迟迟未能达成停火表示不满，并指责莫斯科和基辅本可以更早达成协议。他在白宫表示：“我对俄罗斯感到失望，但对乌克兰同样感到失望。”尽管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但至今尚未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分析认为，白宫对制裁犹豫可能与对2个印度等俄罗斯石油买家态度谨慎有关。可以这么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如果不能很快平息下去，那么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新一轮制裁，恐怕很难，因为原油价格在飙涨。伊朗如果把海峡一封锁，那油价还在涨，这个时候世界上到处缺油，你说不让2个印度，那这个恐怕很难。所以说，这个地保老人现在是做梦都能笑醒，所以他现在拱火浇油，希望伊朗你给我顶住，给我打，不能怂。这个今日俄罗斯报道说，普京问雅库特能容下几个法国。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俄罗斯联邦英雄尤尔金用法国占领了俄罗斯联邦叫萨哈共和国，就是雅库特的面积。6月12日举行的活动期间，普京强调雅库特是一个巨大的共和国。随后他转向尤尔金，这个尤尔金就是号称是俄罗斯的英雄，问他雅库特的领土能容纳多少个法国。尤尔金表示，印度肯定可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相当于8个法国。大家看视频。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普京的思维方式。俄罗斯联邦的共和国雅库特面积比印度还大，面积是8个法国大，这就反映出俄罗斯人的贪婪，对领土的一种深入骨髓的这种吞噬掠夺。你俄罗斯这么大面积有什么用呢？对吧？整个 GDP 都赶不上这个印度的一个省，你一个共和国就是8个法国大，有什么用？俄罗斯人现在还在痴迷于扩张领土，还在吞并，还搞什么缓冲区，还搞什么公投。把人家地方一占领，人家搞个公投，那就是俄罗斯的新领土。都21世纪了，还在这么玩。但有些国家为人工智能打破脑袋，对吧？但有些国家为芯片、为这个光刻机在那较劲，你追我赶。这么一个国家还执着于对领土的吞并，这个就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所以从这一点，必须把俄罗斯干趴下，必须把俄罗斯要肢解成20个小俄罗斯。它就是个怪胎，它就是整个人类社会一个毒瘤，因为它侵略的步伐并没有打算停下来。如果它真的是满足，那么他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他就满足了。结果他后面还要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在那儿搞内战、搞公投，搞完之后要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要吞并扎波罗热、卢甘斯克、赫尔松，现在又要吞并哈尔科夫、苏梅、第聂伯罗斯克，甚至还有奥德萨。实际上他整个的目标就要把乌克兰要整个吞下去，他就是这么一个国家。这典型的是逆潮流而动，对吧？但那些国家在痴迷于搞科技、搞新能源汽车，这俄罗斯在干什么？在抢地，腰里别这个核武器，逮谁跟谁来，动不动就要跟全世界同归于尽，就是一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这么下去，俄罗斯的领土越来越大，最后把欧洲整个吞下去。这个欧洲政客北约秘书长吕特、什么立陶宛的外交部长，还有欧盟的外交部长都说过，乌克兰输了，那你们欧洲早点学俄语，这不是开玩笑。所以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文明与野蛮的角力，不是普京一个人领土这么眷恋，整个俄罗斯人都差不多。如果俄罗斯输了，俄罗斯人民他们不会清算说你五夫一娃为什么发动战争，他们只会清算你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没有赢。所以当我看到普京和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英雄伊尔金的对话，就对普京对俄罗斯人的这种心态暴露无遗。如果还有黄俄看不清楚，那得有多傻。等他发展了壮大了，就要以某条河为界，要建立缓冲区。还好这俄罗斯在蒙古边境的一个图95战略轰炸机基地被乌克兰人给摧毁了。俄罗斯人把这个战略轰炸机已经挪到这个跟美国阿拉斯加挨着，据说从那地方起飞去轰炸乌克兰，先要飞23个小时，这成本太高啊！反正这是耗多少油，完了能带多少颗导弹，所以这么干，这俄罗斯就被拖垮。大家可以仔细品味普京和伊
比尔金之间的对话。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